大家平時放假最鍾意做啲乜？相信10個有9個香港人答案都離不開想去飲茶、食點心。講到呢幾年喺大灣區紅到發紫，甚至開到嚟香港，周圍都見到人排長龍嘅連鎖茶樓，大家腦海入面一定會浮現出點都得呢個名。次次行過佢哋門口，都見到成百人喺度攞飛，等成個幾兩個鐘，就係為咗食嗰碟宣傳到天花亂墜，話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嘅老字號手工布拉腸粉。但係你又有冇諗過，你以為自己排長隊比貴一貴嘅價錢，係食緊師傅嘅正宗手藝同埋傳統情懷，但其實你可能只係將一堆由化學添加劑、防腐劑同埋人造香精拼湊出嚟嘅科技魚很活吞落肚。呢啲所謂嘅名店美食背後分分鐘係一劑慢性毒藥。今日我就想同大家一齊行入呢個百年老店神話幻滅嘅背後，拆解一下呢個震驚成個飲食界嘅毒腸粉黑幕，睇清楚我哋平時北上消費或者喺本地排隊食落肚嘅嘢，到底有幾多科技，有幾多狠活。其實點都得呢個品牌呢幾年喺宣傳上真係落足本錢，佢哋成日強調自己係傳承咗幾代人嘅廣式點心手藝，由1933年開始到依家，算一算都已經有成93年歷史，差唔多成個世紀咁耐。佢哋最拿手嘅包裝手法就係將自己同廣州西關佬味道畫上等號。你行入去佢哋嘅鋪頭，見到嘅裝修全部都係滿洲窗、青磚牆、木雕花，古色古香，好似好有歷史底蘊咁。特別係佢哋最出名嘅金沙、鮮蝦、紅米腸，仲有各式各樣嘅布拉腸粉。menu 上面寫到明係大師監製，傳統石磨米漿，現磨現吹，純手工製作。好多香港人一見到老字號呢3個字，再見到現場好似師傅真係喺度拉布拉長咁，就即刻放低晒所有戒心，覺得呢啲先至係正宗嘢，覺得排隊等返1-2個鐘都值。但係當一個餐飲品牌開到周圍都係，分店由廣州開到深圳、上海、北京，甚至嚟埋香港，喺短短幾年之內開咗幾十間，甚至過百間分店嘅時候，你就要用下個腦諗一諗，一個需要師傅用手藝、用時間去磨米漿、控制火候嘅傳統點心，點樣可以做到全中國咁多間分店嘅味道一模一樣？如果真係純手工、無添加，佢哋嘅供應鏈點樣可以支撐到每日成千上萬碟腸粉嘅消耗量？最近就有好多行內人同埋飲食界嘅臥底爆料，徹底揭開咗呢個百年老店嘅遮羞布。原來所謂嘅正宗手藝背後全部都係現代化工業嘅科技與狠活。你以為嗰碟滑溜溜擺咗半個鐘都唔會變硬、唔會斷開嘅腸粉，係因為師傅選用咗上等嘅陳米，再配以精湛嘅石磨功夫磨出嚟嘅米漿？答案係你想得太多啦。依家嘅點鎖連鎖店為咗追求極致嘅成本控制同埋出餐速度，基本上已經無人會喺廚房慢慢同你磨米，佢哋用嘅全部都係由中央工廠統一配送嘅預拌粉或者叫調配粉。呢啲腸粉預拌粉入面到底有啲乜嘢？行內人透露，如果單純用純米漿去蒸腸粉，蒸出嚟嘅腸粉雖然有米香味，但係質地會比較易斷，而且成本高，擺得一陣就會發硬變乾。為咗達到嗰種驚艷嘅口感，即係網民成日讚嘅又薄又滑又彈牙又晶瑩剔透，化工科技就派上用場。佢哋會喺粉入面加入大量嘅變性澱粉、木薯粉、小麥澱粉、生粉，甚至係各種類型嘅增稠劑同穩定劑。最令人震驚嘅係，為咗等呢啲腸粉喺蒸完出嚟之後可以保持幾個鐘頭都唔乾癟、唔穿窿，仲有一種反光嘅油亮感。部分中央工廠喺生產腸粉粉包或者粉漿嘅時候，會添加一啲喺食品工業上容許，但係如果長期過量食用，會對人體造成嚴重負擔嘅化學添加劑。更加唔好講嗰啲金沙鮮蝦、紅米腸入面嘅紅米色。雖然官方宣傳話係用天然紅曲米磨漿染出嚟嘅顏色，但係有前員工就踢爆，為咗確保每一批次嘅紅米腸顏色都係一模一樣嘅鮮豔粉紅，唔會因為天然植物嘅因素而變色。
中央工廠在製作過程中，好大機會加入了人工合成嘅色素同埋鎖色劑。你以為你食緊天然健康嘅粗糧紅米，其實你食緊嘅係精準調配嘅化學染料。講完個腸粉皮，我哋再睇下入面嘅餡料同埋精華所在。股油，食廣式腸粉，最緊要嘅就係嗰一勺帶點甜味、鮮味十足嘅腸粉股油。傳統嘅做法係要用生抽、老抽、冰糖、片糖，再加埋蔥頭、芫茜、蝦米、大地魚等等嘅材料，喺廚房慢慢熬煮幾個鐘，先至可以熬出呢種層次豐富、鹹甜適中嘅味道。但係喺點都得呢類高度標準化嘅連鎖鋪頭入面，點會有時間同埋人手同你慢慢熬股油？佢哋用嘅全部都係一桶桶由工廠送過嚟嘅複合調味汁。呢啲調味汁嘅配方非常簡單直接，就係水、味精、谷氨酸鈉、埕味核苷酸二鈉，即係強力味精、焦糖色素、防腐劑，好似山梨酸鉀或者苯甲酸鈉，再加上各式各樣嘅化學香精。你一入口覺得哇，鮮甜到不得了，甚至連條脷都覺得有啲麻痹。你以為係大師級嘅秘製配方，其實全部都係化學調味劑，對你味蕾嘅瘋狂刺激。長期食呢啲高鈉、高味精、充滿化工防腐劑嘅調味汁，除咗會加重條脷嘅負擔，令你愈食愈重口味之外，對你嘅腎臟、血壓更加係一種無形嘅慢性傷害。好多街坊可能會話：依家去邊度食嘢？無添加劑啊，只要食唔死人，好食咪得咯。但問題嘅核心喺邊度？問題喺於欺騙同埋高昂嘅日價。如果你同我講一碟腸粉賣5蚊、10蚊人民幣，街邊走鬼檔，你用預拌粉、用化學股油，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分錢一分貨。為咗填飽個肚，消費者冇得選擇。但係你點都得，一碟腸粉賣到20幾、30幾蚊。甚至喺香港賣到40、50蚊，你高舉住百年老字號、非物質文化遺產、純手工布拉嘅大旗，將自己包裝成高檔、正宗、健康嘅代名詞，結果你俾消費者食嘅嘢同街邊5蚊一碟嘅科技排檔一模一樣，甚至因為要應付龐大嘅連鎖供應，入面嘅化學添加劑落得比普通鋪頭更加狠、更加多。呢個唔單止係食品安全問題，直情係將消費者當成水魚咁宰嘅誠信危機。我哋再嚟深入研究下，點解呢啲所謂嘅老字號會一步一步行上科技與狠活，逃不歸路。大家要知道，傳統點心之所以好食，係因為匠人精神，係需要師傅用幾十年嘅經驗去感受天氣嘅濕度、水嘅溫度，去調整米漿嘅比例。每日凌晨3、4點，師傅就要返到茶樓開始磨米，準備餡料，即點即蒸。呢種做法注定咗產量係有限嘅，一間鋪頭每日最多蒸到幾百碟，再多師傅就會做到嘔。但係當資本進入咗呢個行業，當點都得唔再僅僅係一間茶樓，而係變成一間餐飲管理集團嘅時候，資本追求嘅係乜嘢？資本追求嘅係無限嘅複製、快速嘅擴張同埋利潤嘅最大化。如果要開100間分店，全中國需要幾多個有幾十年經驗嘅點心大師傅？根本無可能請得到咁多人。就算請得到，每個人拉出嚟嘅腸粉味道都唔同。咁點樣做到連鎖店最基本嘅標準化？所以解決方法就只有一個：去技術化，將所有需要手藝、需要經驗嘅步驟，全部喺中央工廠用機器、用化學公式去取代。中央工廠將米粉、變性澱粉、穩定劑按比例倒落大型攪拌機，包裝成一包包包裝好嘅粉，送去各分店。分店嘅員工根本唔需要識得點樣磨米，佢哋只需要按照說明書，將幾多克嘅粉加幾多毫升嘅水放入攪拌機，就可以得出絕對唔會出錯、絕對完美嘅科技米漿。然後任何一個入職訓練得3、2日嘅生手，只要將呢啲米漿倒落蒸爐，定時30秒，拉出嚟就係一碟外表靚到完美、口感滑到不正常嘅腸粉。喺呢個高度工業化嘅過程入面，大師傅消失咗，傳統工藝消失咗，唯一留低嘅就只有一個貼喺門口，用嚟呃消費者嘅百年老字號招牌，同埋廚房入面各種類型嘅白色化工粉末。好多香港人依家好鍾意北上特種兵式旅遊，一到週末
就去深圳各大商場嘅點都德排隊。大家見到裝修咁靚，服務員着住旗袍、唐裝，用茶壺幫你沖茶，就覺得真係好有廣東飲茶文化。但係只要你上網睇下啲內地消費者或者前員工嘅真實評價，你就會發現呢個神話一早喺內地市場開始破滅。有唔少曾經喺入面做過廚房或者樓面嘅員工喺網絡上匿名爆料，形容佢哋嘅廚房其實同一個化學實驗室冇乜分別。基本上除咗部分需要現包嘅蝦餃之外，大部分嘅點心包括腸粉、叉燒包、馬拉糕，甚至係鳳爪、排骨，全部都係由中央工廠做好、冷凍好，再用冷鏈物流車送去分店。分店嘅廚房其實只係一個大型嘅加熱中心。你想一下，一碟冷凍咗唔知幾多日、幾多個月嘅鳳爪或者排骨，點樣可以喺解凍、蒸熟之後，仲可以保持肉質咁彈牙、骨肉分離，而且顏色咁鮮亮？如果無添加防腐劑、保鮮劑、嫩肉粉、焦磷酸鈉、三聚磷酸鈉等護色劑同水分保持劑，呢啲肉擺一兩日，一早變黑、變韌，甚至變臭啦。你以為你食緊新鮮出爐嘅點心，其實你食緊嘅係一堆靠化學藥劑吊住命、維持住完美賣相嘅僵屍點心。而當中最重災區嘅，依然係我哋最愛嘅腸粉，因為腸粉係最無可能做成冷凍預製菜嘅，因為熟咗嘅腸粉一冷凍再加熱，會變成一灘爛泥，所以分店必須現場用粉漿去蒸。正因為要分店現場操作，為咗確保嗰班時薪得10幾20蚊，毫無技術可言嘅臨時工都可以蒸出大師級嘅水準。粉漿入面化學添加劑嘅劑量就必須落得更重。有人做過實驗，將傳統純米漿做嘅腸粉同埋呢啲連鎖名店嘅腸粉擺喺同一個室溫環境下，傳統腸粉過咗1個鐘頭之後，表面就會開始乾裂，用筷子一夾就碎，因為水分流失咗。呢個先至係天然食物嘅自然規律。但係呢啲名店嘅腸粉擺咗3個鐘頭，依然保持住水潤、彈牙、拉扯都唔會斷。你覺得呢個係神仙手藝？唔好天真啦，呢個係不折不扣嘅化工奇蹟。呢啲可以令食物違反自然規律、長久保持完美狀態嘅化學成分，當佢哋入到你嘅胃、你嘅腸道入面，你覺得你嘅身體真係可以輕易將佢哋代謝出嚟咩？我哋成日講病從口入，依家呢個時代，惡性腫瘤、心血管疾病、腎病、糖尿病呢啲慢性疾病嘅發病率越嚟越生，越嚟越年輕化。好多人平時作息好正常，又無食煙飲酒，但係年紀輕輕就身體出事。其實好大程度上就係因為我哋日常飲食之中攝入咗太多呢啲完全唔需要，而且對身體有害嘅科技與粉末。當你1個禮拜去飲一次茶，每次都開開心心排隊食呢啲毒腸粉、僵屍鳳爪，你嘅肝臟同腎臟每日每夜都要幫你超負荷工作，去降解、去排出呢啲焦磷酸鈉、變性澱粉、人工色素同強力味精。1年下來，你食咗幾多化工原料落肚？10年下來呢？你以為你係在享受生活、品嘗美食，其實你只係用自己嘅身體去幫呢啲黑心資本家嘅化工試驗買單。你俾咗高昂嘅金錢，最後換嚟嘅係身體機能嘅慢性衰退。呢個唔係慢性毒藥，仲可以係乜嘢？最令人感到可悲同憤怒嘅係，當呢啲黑幕一次又一次被踢爆，當消費者開始質疑佢哋嘅時候，呢啲大品牌、大集團往往會用咩態度嚟回應？佢哋會出大律師信，會悔公關公司洗版，會強調自己所有嘅添加劑全部符合國家食品安全標準。冇錯，單一添加劑如果依照劑量放，可能真係符合標準，但問題係標準係死嘅，人係活嘅。標準規定一碟腸粉入面某一隻增稠劑唔可以超過某個百分比，但係標準冇考慮到一個消費者可能同時食緊含有防腐劑嘅鳳爪、含有色素嘅紅米腸、含有化學香精嘅古油，再加埋一碟滿載變性澱粉嘅腸粉。當呢幾十種符合標準嘅化學物質同時喺你個胃入面產生化學反應，當你日日食、周周食，累積落嚟嘅總量一早已經遠遠超出咗人體可以安全承受嘅範圍。呢啲所謂嘅老字號
一邊賺取住高額嘅利潤，一邊利用法規嘅漏洞，用最低劣、最工業化嘅手段去摧毀緊傳統嘅飲食文化。廣東點心之所以名揚天下，靠嘅係歷代廚師對食材嘅尊重，對手藝嘅執着，由揀米、洗米、浸米、磨漿到控火，每一步都浸透住心血。依家呢啲資本家直接用幾包化工粉末、幾滴香精，就將呢幾百年累積落嚟嘅飲食文化精髓糟蹋殆盡，仲好意思宣傳自己係傳承、係正宗。呢種無恥嘅程度，真係令人嘆為觀止。作為普通消費者，我哋喺呢個被科技與狠活充斥嘅時代，到底應該點樣自救？首先，我哋要打破對名店、連鎖店、老字號嘅盲目崇拜。依家嘅市道，鋪頭開得越大，分店越多，裝修越豪華嘅，往往背後嘅工業化程度就越高，用預製菜同埋添加劑嘅機會就越大。因為只有咁樣，佢哋先至可以支撐得起龐大嘅租金同埋人工成本。相反，一啲隱藏喺舊區街坊、爛爛地，甚至連冷氣都唔係幾夠嘅小店，可能先至係真正保留住傳統手藝嘅地方。因為佢哋鋪頭細，客量有限，老闆兼師傅可能每日依然堅持自己磨米漿，用最傳統嘅鐵皮蒸爐，一碟一碟咁蒸。你行過去可能會嫌佢蒸得慢，要等成10分鐘先有一碟。你可能會覺得佢條腸粉望落去冇咁晶瑩剔透，筷子一夾就容易散開。但係我話你知，呢種會散會斷，冇咁好睇，帶有淡淡天然米香嘅腸粉，先至係真正無添加，對你身體無害嘅健康食物。食物就要有食物原本嘅樣貌，任何好睇到不自然、滑到不正常、放極都唔壞嘅嘢，背後一定有鬼。今日同大家揭露呢個點都得毒腸粉嘅黑幕，唔係想令到大家以後咩都唔敢食，而係希望大家可以做一個精明、理智嘅消費者。當你下一次行過呢啲排長龍嘅名店，見到班人喺度盲目跟風嘅時候，你可以冷眼旁觀，喺心入面笑一下，然後轉身行去尋找真正用心做街坊生意、真材實料嘅良心小店。唔好再用自己辛辛苦苦賺翻嚟嘅血汗錢，去親手為自己食呢啲包裝成正宗美食嘅慢性毒藥。我哋嘅健康、我哋條脷，同埋我哋珍貴嘅廣東飲茶文化，唔應該俾呢啲充滿科技與狠活嘅黑心資本徹底摧毀。希望大家聽完今日嘅分享之後，可以多一分警惕，對自己同家人嘅飲食健康把好關。